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我揾到一個極罕有嘅樓盤啊！今日呢個係將軍澳近住將軍澳醫院嘅中層單位，700尺兩房設計，價錢係520萬，520，一口價520萬。兩房設計，車位另外租，大概都係講緊200-300蚊嘅價錢，非常抵啊！車位都係講緊200-300蚊。樓下公園可以燒下嘢食。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